这条包子给你们今天来说，我这楼下啊，下来几天，那个结婚公司那边，有到第二年，开始在家啊，让你这样，很给。然后那个就是那剧情，当时那个过年我才我是认为，热那个打有些问题，就我老百姓一起把上面我们操作线路啥的，因为这个毕业个这几年的这个好比了，这个把几个理念，那个操作线的呢，我先到能往这去。那这帮北京上，去报点，别说了，从上到星期又给这个先到来，我也没有，大家我人家是搞不起来，那时候都没事嘛是吧？那这表现这我上哪去了？这没整过，然后现在我过年。打开，啥的，那就那几年我这个过来去报海的是吧？还没听到那个是，闹是你们，我起来是吧？那就我们。小海呀，我呀，对吧？我那是说，这人家一说话呢。